教底下放很多鞭炮，神教底下放很多鞭炮，这很特殊的。神教下面放很多鞭炮。放鞭炮会被炮打到。神教下面放很多鞭炮了哦，要放很多鞭炮了。嘉义埔子配天宫妈祖庙绕境活动，农历3月23号圣诞。神教扛那么高哦。天野将军，顺风的将军。8元7元，前面8元，后面的7元。
有那个互换的，啊，从头没有不用。中午休息，中午休息。开始一下。